近期股市波動大，背後原因係咩？近期股市大幅波動，主要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喺4月2號宣布咗解放日關稅政策，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至54%。呢個消息引發咗市場恐慌，大家都擔心全球貿易戰同經濟衰退嘅可能性。首先，特朗普嘅關稅政策直接導致美國股市出現恐慌性拋售，道瓊斯指數喺48小時內下跌超過4000點，創下歷史新低。隨後，中國喺4月4號宣布對美國商品徵收34%嘅報復性關稅，進一步加劇市場嘅不安情緒。目前市場對未來嘅前景充滿擔憂，尤其係經濟增長放緩同通脹壓力，令投資者信心大幅減弱。大家都係擔心市場可能會繼續走弱，甚至進一步陷入衰退。恐慌指數 VIX 飆升到至2020年以嚟最高，顯示投資者對未來嘅不確定性極為擔憂。總結嚟講，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及其引發嘅全球經濟緊張局勢係近期股市暴跌嘅主要原因。投資者要密切關注政策變化同市場走勢，做好風險管理，減少損失。